伫咧无共款的国家，当然就是有无共款的职业环境。有一个伫咧中国驾册台湾学者，伫咧中国遭受人无公平对待，说是无人有法度改斗3天。今仔日就参民间团体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，希望用家己的做句呼吁台湾人去到中国就要较细腻。我回忆起来也是蛮痛苦的，就是说，他说在这里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驱逐出境。你有听懂吗？他在威胁你人身安全。啊！伫中国驾册3档的周博士讲，点对花食头路的这几档，就亲像一场噩梦，不只受到人力、甲绿化标签、薪水嘛互乌白扣，还有满期了后，总算返来台湾，不过身心状况完全害去。回台给心理很健哦，有一个重度的忧郁，还有重度的那个焦虑，还有强烈的自杀倾向。我不需要再有下一个，好，所以这是今天我站出来的原因。周博士表示，国台办碰风讲，目前有2000多的台湾青年学者伫中国各地驾册，所无公开一张认定等等的黑暗面。伫中国这种人治社会，嘛找无有实际意义的申诉管道，批评回台政策根本是政治圈套。与会经济民主联合嘛要求政府要建立保障人身安全的联络机制。初步要在自愿的基础上，依据风险的高低，由赴中国的国人以及政府机关，或者是受委托的机构约定人身安全的定期的联络方式以及频率，保障国人服装人身安全。经济民主联合表示，各地赴中国有不少人被消失，政府所无法度第一时间得到通报，建议政府要确定现有机制，建立各人赴中国动态登录系统。陆委会嘛表示，目前若民众到中国，会有关怀简讯提供紧急联络电话，若危急，嘛通联络海峡交流基金会。若是建立中国动态登录系统，未来的紧急政策做参考。记者陈嘉木、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